在这上大条，咱要来看台北市的和平新生天桥。这座天桥有真侪歌手，甚至是电影来遮拍片。市政府原底按算要伫11月初4甲拆掉，不过因为有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抗议，市长周万安即马决定要先甲地方来沟通，暂时未拆。天桥拆除应评估，城市记忆要保存。民间团体发声保存城市记忆，有70年历史的台北市大安区和平新生行人天桥，是北台湾上受欢迎的 MV 念名桥，包括导演杨德昌的电影《依依》，立案的因一男女拢卖伫遮出境，也毋过因为达到使用年限，市府决定初时要拆除，民团发起联署抗议。上面写着，这个天桥呢，现在年龄42岁了，然后它因为地方需求的缘故，应该被保留下来。请问一份9月做的报告，为什么10月就决定要拆除？请问这1个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交通局说明，信义佳人天桥拆除了后，交通事故减少真侪，会规划拆除和平新生天桥，蹲条位置有碍行车安全，也是以安全角度思考。在拆除上我想是有助于行车安全，而我们的配套还是有的，包括前川线的退缩，包括庇护岛，包括栏杆，还有整个号志实质的配置，我们都会做一个安全的检讨。也毋过，市长周万安只是爱加强甲地方沟通，目前和平新生桥确定暂缓拆除，也毋过北市也有另外一条天桥等咧拆。使用年限达到40年以上，评估结构安全也有顾虑，当地居民也支持拆除。中正文林路桥等咧拆，也毋过像承德路甲民权西路口的天桥，最近几年才正式无障碍升降梯都无被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